今仔日我有发现讲，我家己有一寡毛病吼，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我想要诚好拢会比较，就是讲我想要真紧的时间，就看有成果，亲像讲若讲台语的话，我就有讲爱讲甲足好诶，互人听起来足顺诶。若别人诶反应讲爱有腔啊，无就问讲你客人无，就是嫌我讲甲无啥好，我拢会囥伫心肝底，会有艰苦，因为讲我足想要讲，足紧诶，就足好，有天分、有才调迄种。这其实是一种追求，就是讲，虽然追求好是诚好诶代志，毋过咧，我无看互清楚讲，我诶目标就是讲爱豆豆来，毋免讲爱足紧，就互大家学落。足紧就讲，讲台语诶人听着讲这人台语讲较好，会应我台语。我会想讲，想要足早足紧，有期待讲足紧就有即种成果。毋过即种代志真正爱豆豆来，每一个人诶状况无共。毋过我着用爱足紧，足紧就有好诶结果。豆豆进步嘛，想讲进步甲上班哪会无法度讲，这时间内就诚好，对好即种想法，互煞诚痛苦，无法度接受讲家己无够好，有即个毛病，足想要做完美诶，毋过无看互清楚讲，有一寡代志，就是无遐紧，而且呢，若别人无肯定嘛不要紧，就是家己知影家己要做啥，应该爱心内有诚着诚定，毋过就试看觅发现讲抑是无够好，就会开始讲爱等到什物时阵有即种毛病。过来就是讲思想会较惊吓，就是讲咱足久长久以来伫咧公司就是会想讲爱表现较好诶。若表现无好会出错，抑是讲有人可能就是对家己诶印象较无好，想讲这人介先拢做代志拢无足认真无就是讲无足好我嘛知影讲我即马可能是即种状况，心内阁想要讲得到别人诶肯定，就是讲有即种矛盾诶想法，就亲像讲四大公投人民呢希望讲咱伫国际上诚有出路，毋过阁无想要进口美国诶猪仔就是有即种想法。我嘛有即种毛病。今仔日就是讲，主管就找每一个人去，我就开始紧张，想讲主管应该会指出讲我诶欠点，就心内开始会生气，嘛会烦恼，这烦恼其实是咱这社会以来足侪人拢有诶想法，拢有诶惯势，有诶人是无表现出来，毋过伊诶心内嘛是足惊吓诶。我嘛是共款，我就
无法度讲做定诶，做有安全感。我知影我诶安全感无啥够，就变讲主管若找我讲话，心内就会想讲害会替伊指出我有啥物缺点。其实若真有安全感的话，就会想讲免烦恼，就算讲主管感觉我无好，毋过咧即个天公伯嘛是会知影讲我伫创啥，我嘛有逐工拢有进步。白讲互我讲拄着做无好的遭遇。咱伫咧社会上定定就会听着讲，啥物人安怎不好的故事，拢做深刻，刻伫咱的心中。变讲，若有啥物咱台湾人的心路就是下骹手人拢上好是讲，莫替人吹着，若替人吹着，拢无好代志。就定定有即种想法，较负面的想法。想讲我定定会甲隔壁的同事讲话，嘛足惊讲会替人指出即个欠点。主管嘛是有讲，伊阁讲以后若讲有人较济，找较济人，就爱互隔壁的同事做管理安尼。我即摆有较看互开，就虽然嘛想讲有淡薄仔想讲，奇怪，哪会毋是我咧？毋过呢，想想的嘛是合理啦。就是讲，我伫工课上这态度就普通就较消极的。以早迄热情就失去就无讲。想讲爱甲工课做甲做好、做完美的。颠倒是讲，伫公司就做一寡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所以嘛定定讲无想着啥物代志会出错。亲像今仔日嘛有一个物件，就是迄时阵测试的时阵无测试出来，阁替人发现。虽然讲我会当真紧知影讲这可能啥物原因，会使修改好。毋过就讲做代志毋是讲做完美，讲拢一直去检查。亲像迄个查甫的夜妇伊就可能做代志较紧张，伫工课上就是想讲爱做甲100%。伊即摆嘛是讲大家会较重视即个查甫的夜妇，阁找2个下骹手人互伊带领。虽然讲我即摆是看较开，知影讲其实伫咧公司内底嘛有讲较普通表现，较普通，较会得过。毋过想讲我嘛足想要讲嘛足想要讲受着重视毋过家己的工课上阁毋是遐有热情，对工课上是做安怎讲，就是做较无甲心放伫遐。毋过嘛有一寡讲，我安尼敢对，我安尼会出代志无？就是变讲心内惊吓嘛是有，足惊讲安尼会讲做有啥物无好的代志，变讲人生中拄着一个坎，就是亲像大部分的人共款，伫咧公司内底拢会去惊吓，会去烦恼。若叫主管讲你哪会拢伫咧开讲，嘛会开始烦恼。嘛希望讲虽然讲知影讲主管会指名的管理者袂是我这个人毋过嘛是有期待讲会有
好康诶代志发生无？心内嘛是足矛盾诶，就是佫无做甲诚好，毋过佫希望讲，会有人目睭顾着喇叭安尼，会以为讲这人袂歹会当栽培，就是讲啥物物件，啥物物件拢想要治，有即种感觉，毋过就是无法度治着，阁有淡薄仔遗憾安尼。过来就是讲，差不多就是安尼，就是总想要看到成果，就是想讲我若伫学台语啊、学台文啊，若程度嘛无够好，嘛会想讲安尼，我表现公司的表现阁无好，学物件嘛学袂好，就会做着急的。其实这无需要安尼，就是爱相信讲，家己的实景是为好的所在行，毋免去定定想着啥物烦恼悲惨的画面。其实爱对家己有信心，对这运命有信心，有一寡安全感伫内底。我即摆就是虽然讲听人讲安怎会遐爱开讲讲话啊，毋过我知影讲这对我来讲是是重要的因为讲我的思想内底有一寡就是讲长期这社会带来的互我会去怨妒别人阁无好好去奋斗，毋过阁希望讲好康的拢发生伫我身上，好的机会拢敢若我会拄着，有即种幻想，无去看较清楚，看正开拢无，就是淡薄仔贪心，希望讲啥物拢爱就是靠好运啊，好运就是讲拄好人就讲不要紧，虽然讲看起来都表现无诚好，毋过安怎都有即种幻想。今仔甲同事有开讲有讲着，就是讲我可能看一寡翁仔故事啊，啥物白雪公主啊，阁有啥物姑娘灰姑娘会有即种想法，就是讲其实家己嘛无啥，毋过就是发生诚好的代志，就是即种互家己洗脑去，就想要讲用幻想的讲啥物好康的拢是家己拄着，若无拄着，就想讲奇怪，这世间真正足歹过，这是思想的问题，就是思想无去看开，无去甲物件拢分开来看，就拄啊好同事的思想拢是较看互开，看互清，嘛毋免讲讲家己一定爱安怎较会算讲是对的，无即种对甲错的问题，就对我的思想诚有帮助。只是讲，想要开讲去问一寡心内的思想，甲家己心内即种互家己的固执的伫艰苦内底即种思想，甲伊化解掉。毋过，阁希望讲莫互人念讲怎会上班拢伫讲话，拢伫抬杠，变讲我就是爱看互清楚，就清楚讲
家己要爱是啥，若得袂着诶，这嘛正常啊。若安尼想好势，想好势以后呢，就有较济自在，较济快乐。袂想讲，做甲无想要做伫公司诶代志奋斗，无想要奋斗，毋过阁想要讲替互人欣赏，就是即种矛盾，会使家己心肝头会紧张，阁会生气，阁会失望。这拢是无甲家己看清楚。看清楚，毋是讲家己无放，毋是安尼，是看好清楚。我爱选择什物物件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其他的若无遐重要，我就相信讲会发展会愈来愈好势。就亲像讲，若讲一直惊吓讲若毋是讲替互人进人学老，安尼是毋是工课上会出问题，会无头路？即种就是无相信讲有一个伟大的家己即个家己是未来的家己，是有灵性的家己会甲家己保佑甲家己保庇心内无一种家己会保庇家己有这神奇力量神奇力量就是无即种物件。若无即种物件，会变讲做这代志，伫做代志就做无安心，做行东行西，结果啥物拢无做着，嘛毋知影家己的主要要争取的物件是啥，就变甲以早共款，就啥物拢爱，毋过啥物拢做袂好势，就定定去想讲若换一个环境，我会当讲会出头天无？阁共款重复迄种幻想。亲像讲，即马学台语虽然环境诚好，有足侪物件，足侪资源会当学，阁有科技的发展，有足侪活动，阁有真侪影片，真侪教材，阁有真侪老师，毋过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就无遐好势，诚侪人就是就算伊会晓讲台语伊伫外口嘛是讲华语为主，因就想讲即马大家伫外口拢讲华语，就做惯势，开喙拢讲华语安尼，就变讲就是有好有歹的所在，就是爱去珍惜好的所在，若较歹的所在，我爱家看互开，就是安尼。亲像讲伫公司伫公司有较济讲家己的时间，安尼嘛有讲转来厝嘛有时间讲甲翁斗相共阮翁的势头公司的工课实在足济，我就想讲会当斗做。毋过若讲伫公司，我诚济代志拢爱做，转来就会挂念公司的代志，就变讲安尼甲翁斗相共。阮翁嘛会讲安尼，看你足无闲嘛歹势，就是爱看着。好甲歹其实是，毋是讲好歹，就是我想要爱的，甲无想要爱的，其实拢斗阵，拢
拢像太极共款，有阳有阳，阁有阴，阳阳阁阴是共齐存在的。啊，就是变讲，我看代志的角度，爱讲顺伊的即个趋势，而且呢，相信讲即个趋势会带我去诚好的所在，诚好的境界。就是讲，袂当一直用理性来思考，用以前经验去归纳。若是安尼的话，就会讲安怎看，就是无出脱，安怎看拢讲你这无效。理性其实就是安尼，足容易容易互人烦恼。所以我若讲无想要遐济烦恼，我就是爱相信一寡无形的相信有神。即个神有可能就是家己未来的家己，也无就是伫另外一个战士，另外一个世界家己，袂讲看你安尼，拢无爱插你，一定有一个要甲我帮助的神明，有一寡一定有要帮助我的力量伫遐，只是讲，我用理性，用家己自我意识的头壳去想代志。若安尼想，安怎想拢是讲无好的结果。安怎想拢会想讲输人阁输阵啊，就是用理性的头壳的即种，就是有虽然共款有期待，毋过咧。分袂清楚讲，家己想要爱的是啥，就变讲总拢想要爱，阁想要讲会当阁摕主管欣赏啊，做一个管理者这哪会阁摕来阁想要爱呢？这嘛足奇怪，就是讲无看互清楚，无看互开，就是有一个例，就是讲诚济物件会当食，毋过你无法度讲总拢食，有可能讲无遐济钱，无就是讲要食这料理诚麻烦，变讲我家己爱去想好清楚，我即马想要食啥，无食着的，就毋免讲囥伫心肝内底，嘛免惊吓讲我若无食着啥物物件，会营养无够无？都毋免去想遐济，就是讲，我即摆心理状态就是定定的，无相信未来家己会变啊诚好，拢会去惊吓。这嘛足侪人拢即种想法。惊家己讲，惊家己讲，这能力无够，无出脱，无就是讲诚衰，无就是破病，对家己的想法拢是一寡较无好的结果，因为别人的代志咱拢敢若会记讲，较无好的故事记伫咱头壳内底，拢甲家己吓惊，变讲每一个人，拢心内拢有诚济，就是讲累积诚济物件是，吓惊家己的即个思想，无就是讲，家己哪会无够好，会去怪家己为虾米无够好。最近我就有观察家己的手指头渐渐拢会溜皮我想讲这种皮肤病有可能就是
我感觉家己无够好，想讲讲台语讲甲无做完美的就差诚济，差迄会晓讲台语的人，差诚济。啊无就是讲做啥物代志，想讲哪会还袂到做好的成果，啊无就是足惊讲即摆伫公司会拄着啥物无好的代志啊，会有人讲我的尻川后话，啊有人会甲我陷害啊，啊无就是讲这公司会讲有一工啊，就注意我这人诚久啊，拢足想要就定定想讲这人有问题，想要甲我赶走，拢有即种足惊吓的想法伫内底，其实其实就是对家己的安全感无够，啊无够的话啊，对皮肤病就会压起来，啊，我最近有发现讲，较袂痒啊，有较好啊。毋过当然就是讲，若拄着讲，主管因为要拍分数啊，就是讲爱每一个拢来讲话一下，啊，讲话中间就是会看有啥物欠点，就会猛讲安尼。啊，猛讲的时阵，迄种惊吓又搁替人放大，变讲，心内毋是讲足定的，无够定嘛，足贪心，对家己即摆的状况嘛是有惊讲安尼是毋是行毋着路，行毋着方向，是毋是讲爱如何如何？这就是爱靠我家己豆豆仔甲信念去改变。要安怎改变？就为讲莫讲希望大家认为我做好诶，有即种追求，应该是为遮开始。若讲主管去找我讲话，心内就有一种标准，就是主管对我表现拢无话讲，拢诚好。啊，事实上就是上班拢表现无啥好，毋过阁希望讲会当有即种主管拢主管无话讲，毋免讲学老，毋过就讲主管拢青眉，对我拢无意见，就无就是讲，即摆伫学台语啊，台语真正虽然有伫进步，毋过讲爱甲自细汉就开始讲诶人，无就是做有天分诶人比起来，当然嘛是讲一直拢伫练啊，搁伫练习诶阶段，就希望讲若开喙，大家会想讲，你讲啊诚好，是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啊，就希望讲有即种学老，其实甲我即摆状况是无共诶，这就造成一种痛苦，就无看清楚讲，我即摆行伫倒位，我诶目标是啥？目标以外诶物件其实就毋免讲伤去烦恼，无伤去甲心思拢囥伫遐，无就是甲烦恼啊、惊吓，拢囥伫毋是我目标顶头。会有即种惊吓，就是烦恼讲，我是毋是行毋着路啊？这就有一寡社会故事，搁伫家己诶脑海内底，搁出现啊，讲是毋是有一个足悲惨诶故事啊？有一个人伊就无啥物居安思危诶想法，结果咧就得着教训啊，就有即种互人教训诶即种画面就会出来。这当然就是需要去改变诶。
改变可能就是平常时有伫怨叹家己学遐久，哪会阁共款沉担啦？学遐久，安怎拢会家己怪家己我想讲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我阁有责备家己的即种习惯、即种惯性。其实我爱看着家己的优点嘛。家己优点就是讲，我即马有去练习用台语来思考代志。这嘛足难得的。我知影讲有一寡人啊，伊有细汉就讲台语，毋过即马伊的生活虽然伊嘛有明白讲母语的重要性，毋过伊嘛加减点会用华语来表达一寡代志，变讲华语嘛搁较顺。我就会豆为我的目标去向前，就莫去看别人安怎，莫看别人讲伊就是台语就成本较好啊，无就是伊做这代志就较简单啊，无就是运气好啊，拢莫去看别人就是我足爱去看别人，就是感觉讲家己哪会无够好啊，就是会家己去责备家己啊，就是家己甲别人的关系拢家己烂做伙，这就是足长期的一个惯势有时阵甲同事开讲我知影讲我的思想的毛病伫遮，毋过嘛无讲去改善，就是嘛会步甜，就是会开始想讲好的物件伫遮无够好，啥比我搁较好，这就是细汉的时阵就有讲考试有一个分数伫遐。咱就无法度去看到家己无共款的优点咯。咱就会用一个标准。学台语咧，有人就是会讲我讲搁较好，有即个无奇怪的腔口。安尼讲话拢足顺，互别人无话讲。变讲无看到家己的一个特色伫倒位，阁有家己比别人搁较好的所在，无去练习即种思考。亲像我就是讲，我虽然讲台语可能进步较慢啦，毋过我就会去找方法。我就去找老师嘛，安尼就是固定有老师安尼，无就去找读册会安尼加听，无就是广播电台较有兴趣的，安尼有增加家己听台语的即种机会。我拢会去找方法啦。这是我的优点啦。咱别人拢会想讲爱去考试，你考倒一级的有可能就是一个成果嘛，就是较具体。毋过拢无看到讲精神方面的优点伫倒位。亲像我就会讲我的优点就是讲我会尽量这叫避免讲使用华语因为用华语的话就会变讲华语较好用真正即马是华语较好用。咱做者文字拢是用华语的文字来记录的，变讲你照念就会使毋过若用台语来开讲来讲一寡较抽象的物件，就变讲你爱伫头壳内底去翻译。而且若讲台语就有讲好势无好势，沉淡无沉淡，即种压力就来毋过呢，我若看清讲对，就是会拄着这代志。我就讲这物件看好清楚，
毋免讲过度去甲心思拢囥伫即个所在，我是要向前行的。若讲公司的烦恼，其实第一工课就是会有烦恼。若讲公司的人拢走去，同事拢落跑，你嘛会烦恼。若讲就家己较无代志做，看起来讲较无重要，嘛会烦恼。其实这烦恼是长长久久拢会去烦恼，毋是讲今仔日我表现较好，主管无讲我欠点，我就袂烦恼。我相信嘛，共款的烦恼。这烦恼本来就是家己的内心的需求去制造的。就是我就是因为今仔惊主管念，我较会讲会去烦恼。其实有可能是我家己本底就想要烦恼，就拄好拄着主管找每一个人拢来讲话，我就开始惊吓。其实惊吓本底就伫的，只是讲有替刺激着，无替刺激着，安尼尔。意思就讲，就是有的人伊本来就会对家己足无满意，拢讲话拢足咸呢，拄好拄着一个人，就甲伊刺激着，伊就讲话去甲人插。其实袂当去怪讲，迄人是伊白目，遐白目，就变讲我只好讲话拢变足咸，去甲伊攻击。其实毋是迄个人白目的问题，是讲话会甲人刺激，足咸的人，伊本底就伫内心对家己不满意，伊就有即种需求，就是讲话去攻击即种需求。伊其实是攻击家己，只是讲表现出来，就是拄好趁着机会，去嫌别人，去攻击别人。就亲像讲，我若听啥物人讲台语，讲这人讲无好势，有一个腔。即个问题当然是我家己认为我家己讲台语讲无好势，就是有即个原因。这物件本来就伫的，有拄着迄个讲台语无好的人，有拄着无拄着，其实我的信念早就伫遐，只是等啥物时阵拄着就走出来，是偷走出来的，毋是讲拄着迄个人较制作出来的。这物件伫平常时就替我制作出来要安怎制作，就是家己对家己的无够相信家己，对家己的信用无够。我若信用家己，就知影讲，我即摆做的任何代志，拢是有伊的意义，拢是有一个足奇妙的安排。既然是一个足大的生命，家己即个生命去安排的，哪会讲互你拄着歹空的？若拄着歹空的，可能就是你行的路毋对毋对变讲即个生命就会开始讲制造一寡事件，甲你叫好醒，甲你提醒。毋过若讲我即摆行的路，真正就是心中的迄个生命，带领我行的路。当然就会讲，规条路拢无代志，拢真好势。就亲像讲，我若要带一阵小朋友，去行过危险的深山林内，我一定就是讲会甲这保好的啥物会食人的、会惊人的，也无就是讲足危险的物件，我会去甲伊排除。
哦，因为这囡仔是我伫带，我著是爱保全因的安全吼，无可能讲吼我带，结果我拢看伊讲啊，危险啊，无物件好食，啊伫遐破病啊，我拢无要报警吼，是袂安尼啊，我爱相信吼。莫用事事拢去用理性的头壳去想讲，这哪有可能？这年岁这下日哪有可能安怎？啊，无就讲，这台语讲啊无啥好势，哪有可能安怎？吼，这拢是用这理性的头壳去想代志，吼，想的，代志拢免做啊，安尼做这做迄拢无希望啊，这就是我真久以来的想法，变讲人啊，哪会伫地球啊，哪会做啥拢做障碍的，拢比别人无法度比别人搁较好，毋过家己的搁变讲做矛盾的，就是你无第一名，你搁袂得过，改成爱第一名做主管，安怎较有幸福、较有前途？毋过搁遐困难，一开始可能就足侪限制啊，就那变讲这毋是，就是诚痛苦的人生，就亲像讲，我举一个例，就是，就亲像讲，第一个，足需要一个特殊的才华吼，这特殊才华的所在，你爱足够的，较有法度讲，比过别人，比过别人较有希望讲过上好的生活，就亲像阮姊夫共款，伊就是爱做甲 CEO，毋过伊身躯边的人是毋是每一个拢袂幸福，拢无希望啊？伫伊的观念内底是安尼无毋对，伊想讲，这你若是讲徛柜台，这会替人取代吼。若讲公司啊，要甲一寡人吼，甲伊请伊走，请伊离开啊，要甲伊，请伊行，甲伊放散吼。公司要甲一寡员工吼，甲伊死头路会是即个人，伫阮姊夫的心内，就是上优秀、上有价值、无法度取代的，迄种即种管理者较有可能生存的落去。毋过我若是用即种想法，变讲，若毋过爱做即种管理者，有可能就是条件爱诚好。毋过我即摆着无即种条件，毋过阁守着姊夫讲的讲，若无即种条件，着无法度讲做第一名的员工无法度取代的迄种管理者。若安尼，毋是着变讲无法度生存落去啊？变讲即种思想定定使人讲那这人哪会要去做石头，要做工课啦，做甲遐艰苦，无法度做优秀的。这若要生存，可能爱安怎？毋过我离这安怎的条件，阁遐尼遥远。阮着算无想，是拢无希望的人，拢是伫遐安怎讲？咧叫都伫遐，就等人死头路吗？这就是用理性去思考、去分析，用以早的经验，无就是甲人开讲的时阵，看一寡文章，的结论，会做即个分析，大家拢会做信用，讲对，就是安尼。毋过会讲，其实这毋对吗？有可能啊。若讲无接受讲新人的观念的时阵，就会想讲，这几乎伊的
想法绝对对啊！伊有经验，搁做管理者，搁伫台北，看诶物件拢是这是全世界诶企业无就是上优秀诶企业看诶观点哪有可能无毋对？毋过有可能讲，即个宇宙毋是安尼运作诶。这宇宙爱看讲，你是毋是行伫你诶使命诶即个路上，你即马做诶代志，是是你想要做诶，抑是讲为着生存我着不得已啊！大家拢爱讲做管理者，做一个做厉害工程师，而且无法度有人会当甲我取代有人就是因为有信即种话，就甲家己变啊足优秀诶。毋过嘛足惊讲会讲无够好无？毋过若咱宇宙其实毋是爱咱逐个过安尼诶人生，毋是，伊是想要家己去找着家己。若讲家己去找着家己，是宇宙要互咱诶使命，互咱诶任务，毋是每一项拢行伫创诶路上吗？宇宙阁有无中诶生命，到底是爱咱用理性去分析，每一人拢要做主管，拢要做就是表现啊诚好，每一项拢表现诚好，就嘛是爱分啥物人上好啊？安尼毋是背后嘛是共款诶道理吗？就是你做拍拼，毋过每一人若拢伫拍拼，你就变成无够拍拼毋过若讲每一人拢是找着家己，安尼都毋免讲去竞争啊！你比我找着家己，你比我搁厉害找家己诶功夫比我搁较厉害，无人比这嘛是毋是讲是信念错误，造成讲家己认为讲这人来即个社会就是懵懵表表，而且拢是就是去惊吓去等，就是伫内底就是等别人来甲你洗头路的等家己讲伤老逐家会嫌呐。我想讲哪会来地球？结果每一人拢变成这种命运，哪有啥物意义呢？其实有可能是我看到的角度看毋到啊，变做讲我就是这是真正的道理，其实毋是是我的明白错误，嘛有可能是安尼。我即马就是开始调整，调整家己讲，以早迄种爱甲人比较。足惊讲，若无讲别人歹话，若无发现讲别人比我搁较悍，比我搁较会出册，无即种人的存在，我着危险啦！甲即种以早的旧的思想，拢甲伊淡煞，希望家己的豆豆知影讲，宇宙其实毋是叫每一个人。拢去做上优秀的人，若是爱安尼话，那实在是咱来投胎来即个地球是真无意思。每一人拢是对家己足失望的，拢希望大家看到别人落水就足欢喜的。若看到有人好运，就怨妒。咱来地球拢是为着即款的代志，那地球哪有啥物好耍的？我倒来相信，知影讲原因有可能是我无够相信家己，无够相信讲，我即马相信的宇宙，可能就是心头无够定，就亲像讲即马学台语
无够相信家己，就变讲有人讲甲我讲话臭奶呆，我就替气客，就足艰苦诶。这拢是共款诶问题，无够相信啊。我写小说诶时阵，无够相信家己，毋知影家己写诶是好还是歹，就希望讲有人来看，有人来试一个赞，就变讲是共款诶道理，就是这毛病其实是共款诶，只是伫无共款诶所在，就去变成无共款诶方方面面，变讲因为是无共款诶代志，其实是共一种思想造成诶，拢是其实共款。我若去改变我诶观念，改变我诶思想，做侪代志拢会当解决。这意思就是讲，我就是讲我写诶小说无人试赞，这个问题解决诶方式就是，我想办法去较好诶较好想较厉害诶，大家较爱看，无写文章诶即种能力搁较好，无就是去想一寡设定，主角诶设定啊，剧情诶设定，去想一寡互大家爱看诶，互大家感觉做刺激诶，较有冲突性，较有戏剧性诶。我过来，我搁爱去找较好诶平台，奇怪，顶头就足侪人拢做爱看小说，而且拢是爱看我写诶小说，拄啊好就是找着即个所在。过来就是讲，我诶广告做甲诚好，无就是想办法有人斗相共，我就是讲，我爱解决讲我拄着诶写诶小说无人看，我解决诶方式是安尼。就亲像诚侪人上班，就想讲是即个公司无够好，无够健全，即风气无好，伊爱换一间公司，即甲我进前诶想法共款啊。换一间较明理诶主管较目睭有擘开诶公司，甲家己较捌诶公司，去换即个公司。安尼阁有啥物好运啊？啥物帮赞啊？就变讲会当做主管，有竞争力，变讲咱逐家拢来去找即个所在，写小说诶人嘛去找即种平台，就是食头诶人嘛是伫找这，若做生意诶人可能就是去找讲做好趁食诶市场。较会迷信讲去中国做生意绝对会趁钱，这拢是一个迷信的想法，爱去解决，其实就是对家己的思想去改变，有时阵外口的环境啊，是即摆的目睭啊，即摆的即摆的思想，即摆的程度无法度看遐全面，拢是用理性来分析，所以讲爱去控制讲即个环境这就亲像讲要推这叫做毋是推啥是啥物？是啥物？吹杀想要吹杀保险啊！这方法看起来诚济，毋过每一步解释拢无效，这是为虾米？为怎样会安尼？是因为即摆吹杀保险诶人智慧无够，伊无法度去看到讲总远足悬诶角度。这总远足悬诶角度，可能爱这生命，无就是未来家己，无就是有想过会使用足悬诶角度去看，敢若有即种人较有法度看。毋过嘛不要紧，我即马去看找无路，找无步。毋过咧，我会当去改变诶是啥物？
我即摆若智慧报到遐，我去改变我家己的想法，就是去改变家己的思想，其实是上简单的，我就是想讲，毋免讲去勉强讲去强求，我有一个求，即种不好的习惯，去求讲，家己是受着肯定，家己有足紧爱有即个成绩，因为我会惊讲，我即摆行的路啊，若毋是讲真正即是神明安排的路，安尼我以后会安怎就想甲足悲惨的，变讲我需要安慰。即种安慰就是讲有人来甲我鼓励，有来甲我肯定，无就是讲即摆家己台语的程度进步足济，无就是写小说，写会足济人爱看，变讲我需要即种物件来肯定家己。这原因就是家己是无相信家己即摆行的路是有价值，是就是行着家己应该行的路，无相信这，就变成讲需要这无重要的物件，想讲若伫咧公司，有人来咧甲我讲台语，安尼阁如何咧？这其实嘛无安怎啊。毋过我甲重点放伫遮，安尼是毋是伤无聊啊？无就是今仔主管找我讲话，阁甲我学咯，这阁代表啥物咧？我明明都毋是讲伫公司讲做认真拍拼，拢甲心思拢放伫公司的代志我都毋是安尼做，阁想要讲得到，就是得到即种学咯，这意义到底伫倒位咧？就是讲有时阵我会去找即种，其实这无啥物意义，毋过家己就是有即种自我意识，即种小我做需要的一个物件，就是我爱渐渐发现讲对，我就是心内有一个做交食、做西食的小朋友，拢希望讲，这汤仔我嘛想要食，这我嘛要食。其实这食可能无啥物意义，毋过就是甜啊，就是爱食甜啊。其实爱食甜嘛不要紧，毋过呢，若无食着，都伫遐哭，伫遐闹，都伫遐失望。安尼其实是会互家己变讲毋知影要安怎，为家己想要做的迄个方向，去行嘛，搁行3步，退2步，无相信讲我安尼行对啊毋对？就是我即摆就是看代志，就知影讲这其实意义无大。对我来讲，这对我来讲意义上大，就是我逐工有即个惯势去练习，豆豆仔讲甲家己台语讲重大的所在，去调整。伫调整的过程中间，我有找着一寡技巧，找着一寡方式。以后上珍贵的，其实是我即个方式。为虾米？有可能我爱指导别人，若指导别人讲这人台语真好真好，会当。毋过要安怎改善别人台语讲无好的状况？我讲我嘛毋知，我一讲就遐好。对啊，有可能我即摆追求的是无意义的物件。即摆我伫咧做，其实是会发生意义的物件，就是讲要安怎甲人教，会使互人吸收，若华语讲伤济、讲伤久的人，伊需要安怎的方式，甲人带领有可能就是
我拄着的问题，我去解决，就是以后我的营养啊。毋过我著毋知影即种物件，我著想讲我想要台语讲啊诚好诚好。嘛足侪人台语讲啊诚好，毋过伊嘛无法度去甲人教嘛。台语讲诚好，甲讲有法度去甲台语无好诶人甲伊指导，这是两件代志呢。若是安尼，我即摆去追求讲台语讲啊诚好，到底有啥物意义呢？无就是讲我即摆追求讲主管找我去，讲我要互你成绩足好诶。因为安怎伊目睭高着喇叭，安尼无就是伊讲话讲逗宾话，我嘛毋知。毋过安尼有啥物意义呢？意义就是讲诚好，我袂摕石头落。你看这主管目睭高着喇叭，一直甲我学咯。我叫是安尼，我著放心。其实嘛袂我嘛会想讲，哪会遐奇怪？迄是毋是讲，代志愈乐观，其实是愈危险。我嘛是我若是讲对这个公司对就是经济方面，就是讲有一个稳定头路，即件代志，我的心是无安全感呢。安尼，就算主管讲啥，我拢共款。会无安全感，无安全感是本底就伫心内，只是讲替人刺激，较会替家己发现，讲对，我有即种物件。毋过即种物件毋是突然间会走出来，伊本底就伫家己的心内，早就产生就是讲我著会当去改变的，就是家己的心。别人的主管安怎想，查某的业务安怎想，其他的人安怎想，这拢无法度去，嘛毋免去甲人管，嘛毋免安怎，会当管的就家己的心。我即摆会甲重点囥伫家己的心，就是安尼。